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身边会影响你与神亲近的东西，都先将它关机，甚至将它离开。让我们一起在安静的里面，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跟感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是因为我们愿意的心一起来领受，相信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一起来向神说：主啊，你是我的一切，你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也要再次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们再次一起来。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感谢主。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再一次从头，因为主是我们的一切。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是的，主爱，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们再一次对主说：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跟神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不仅洗净我们的罪，我们
们更愿意将我们的全心跟全人来交给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你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主耶稣而得以存活到如今。我们靠主而刚强站立，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跟智慧，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来面对这个世界。主啊，谢谢你，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愿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来为主你而活。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的主爱有多高，真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过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来到神你的面前。你不仅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要让我们一起在聆听神的道里面，来更多的认识主。愿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安静的灵。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一起来实践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爱主的行动，甚至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预备所有在生命里面的祝福，让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奉献所有的诗歌，让我们的心学习敞开。神愿意赐福我们，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心全心的敞开。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
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非常欢迎每一位来到上帝面前，一起领受神话语真理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共同来领受，也一起来认识生命当中的真理跟祝福。不晓得手边都有周报吗？我们有那个填空，好，都有吗？没有，赶快去拿哈。没关系，我们牧师可以稍微等大家一下哈。好，那我们每一周哈，牧师也非常从后面下去比较快，对，冲，那一个代表就好了。总来，你动作比较快，快点，年轻人越年轻的，来快点加快脚步哈。那感谢主，让我们这个礼拜真的是牧师真的每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都一直都在感受说神啊，你这个礼拜还没有到底让我经历到什么神迹奇事那我一直在感受这件事情真的都是如此在经历啊像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停车有没有？2个礼拜前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停车我们今天昨天这个礼拜昨天跟今天都同样在经历，而且今天我是带着长老去参加一个告别式。他在这个殡仪馆，哇，人好多然后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剩5分钟。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想什么，就这样看一看，有了，说这个，哇，所以这个长老也说哇，感谢主，说怎么这种事情那么多车，怎么可能会这么快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当你听完道，你必须要去想说，每一天上帝怎么从他的话语跟真理里面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变化，然后生命的祝福。所以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会感觉很受祝福，然后生命每天都有一种不同的目标，你会想要更进步，然后你会想要更丰富，你会想要更得着更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命要活出神所祝福的生命，那才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今天呢，牧师也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你了解上帝造人的目的第2讲那在今天呢，牧师透过今天的经文呢，要特别来带领大家，让大家更多的明白。我们上2个礼拜前我们有谈到基督徒，我们人活在上帝造我们的目的里面。其实2个礼拜前牧师讲的大部分是是个人的一个预备工作，还没有很明显的说出到底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方向是要为了什么而去活，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是人必须要先成为上帝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上帝的目的，在你生命的计划以前，你必须要先有的什么条件？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谈的是活在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你是否先让上帝他有一个目的他拣选你他一定要想说，你愿不愿意接纳我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所以为什么牧师讲到说这个经历神迹的事情，就是在谈你有没有让上帝内住到你的生命里面，不管让你在跟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感受到上帝居住在你心里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我们那一次在谈的是这个概念第2个，那个 PPT 好像。
好，所以我们那一次有提到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说，上帝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得的更丰盛，对不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基督里面，我从耶稣基督身上得着的救恩跟生命，实际上是会更丰盛哦，是得了丰盛的哦。也就是说，是可以跟他怎么样？好像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享受在这世上的能力，或者是丰富的生命。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这就是上帝内住的生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第二个我们也谈到说，我们要使人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什么意思？你的生命有没有感受到生命有主是怎么样？是很平安的。假如你敬拜神，或者是你读经祷告，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很多事情，然后不想看也不想灵修，那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焦躁不安的里面，实际上你不会有平安。所以我们谈到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怎么样？不再是我，对不对？如果你在主的里面是享受到安息的，你会发现你在做什么事情不是靠自己在做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靠自己做的人，靠自己在做的人，他会突然间你会突然间跟你的朋友说，你之前都会陪我啊，现在为什么你都不陪我了？不好意思啊，我就太忙了，真的没办法。好小气哦，你明明就看起来都好像很厉害，怎么突然间就不行了？我们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以前我做牧师我也发现我多么希望能够顾虑到所有的会友的心情，然后顾虑到所有弟兄姐妹他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很难呐，因为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好累哦。我发现我并不是活着不再是我，而是我活着是自己。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虽然必须要像耶稣一样同定十架，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讲的是要活着不再是我的生命，也就是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靠你自己的。所以要记得哦，很多基督徒都说，你要受苦，你要像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然后做那种苦工啊。可是他并没有去体会到生命里头的美啊。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所以我也乐意这样来接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同定十架，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我们上次提到，在肉身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这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代表啦，我们是代表哦，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的代表哦。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上帝百姓、上帝儿女的代表，这样懂了吗？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认清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信仰对你来讲，你很难去理解。好，怎么样跟你的生命活出一个叫活着不再是我的生命？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次我们提到这2个重点，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讲，之前牧师跟大家讲，这个说是属于人的预备工作了，都是在自己的生命状态，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这个我们刚刚谈到什么？2个重点，对不对？内住的生命有没有？这是自己嘛，对不对？还没有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目的地是什么？是要做什么？还不清楚的哦。那我们也谈到什么？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这些都是人要如何达到目的以前心理生命的预备态度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继续谈下去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人要与基督一同管理跟治理上帝的国度。那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却是在圣经里面，其实也都一直在透露出，好像耶稣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他好像慢慢的在占有一席之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社会跟国际，好像不管是国家或者是国家的领袖，都好像都要期待，好像要在这世界，好像要怎样，要掌权一样那种感觉。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他掌权的态度越明显
如果一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发生哦，你会发现好像天灾难就来了一样。所以我特别感受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节，待会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以赛亚先知他怎么样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让我们重新要明白上帝要为我们生命做新事的目的。好，所以人与基督一同管理治理上帝的国度，我们怎么去看待呢？这个是新生命小组教会他们得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叫宗教团体的表扬大会。那牧师不是要说我们也要得到这种吗？有点困难哦。但是牧师要想说我在想我在看说，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好像很难在我们的社会跟环境里面做一个代表啦？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说，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优秀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优秀？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让人家看出说，哇，你做事情的那种方法、态度，然后能力，是不同的。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人家国家都会内政部会颁发这个教会，这个宗教团体表扬，这个表扬不单单只是外在的这种荣耀，重要的是背后一个教会它怎么样在它的耕耘上帝国度的工作里面，如何彰显在这世上。阿们。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在学校，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小时候念书回到家里一定都会很高兴，妈妈爸爸，我跟你讲我今天在学校老师表扬我有没有然后称许我，有没有？我们人从小就已经活在好像人家赞美人家表扬你好像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看出说你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现在有没有？你从这4个接下来我们明年的总统大选你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看从他们的眼神看出到底他们对于一个台湾一个国度的关系里面，他们的眼神不是只有眼神。牧师也期待你们在关心国家领袖未来的总统大选，你们也要有智慧去聆听他在说些什么，他对国家他对人民的一些概念，他怎么样在诉说他的政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很多的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如何与基督一同管理跟治理上帝的国度，那么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缺乏了管理教会或管理上帝国度，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再跟他讲，你要活在基督的爱里面。再跟他讲，基督的爱是跟世界有关系的。基督的爱是跟世界有关系的。基督的爱是谁的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的国度，就是希望把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显明在这世上，让世人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不能够在你的能力上亏欠了上帝所给你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样式。阿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如果我们亏欠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应当有的样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荣耀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2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从我们念左边的就好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圣经节讲到这边，其实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牧师要先讲一个背景以赛亚书这个背景
其实谈论到以色列百姓在我们知道这个新巴比伦国最后这个王你们知道是谁吗？好，我先讲一下，当时候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死后不久呢，巴比伦王第6任叫拿波尼德，他的儿子叫做伯沙撒。好，那伯沙撒他跟他的父亲拿波尼德在一起管理国家的时候，为了要防御波斯的入侵啊，最后呢，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灭国的？他们是在享乐当中，很有趣哦。你会去看到有关维基所有的历史百科里面谈论到这个事件很有趣。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在宴乐当中都是会侮辱到很多犹太人所信奉的上帝，甚至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宗教的殿堂都把它毁灭掉，然后把他们的这个掳掠来的这些东西他就把它做一些侮辱，然后甚至在那边能够污蔑这些族群、这些人群的这个宗教的祭物。所以在当时候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最后一天其实波斯大军进入这个巴比伦城就在他们的门口而且当时候为什么这个伯沙撒他们为什么没有赶快去做防御？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享乐当中，他们认为他们的城墙是非常的高的，他们认为不可能可是当时波斯王当时候已经到了门口了呢，甚至到最后是非常的简单就把这个国就灭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了解到整个伯沙撒这个巴比伦国的国王，他认为巴比伦城墙的坚固，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如何在人民当中怎么样巩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段圣经节，以赛亚先知他特别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救赎脱离巴比伦，而进入一个上帝所要给予的复兴的时代。所以我们知道波斯帝国掌管了这个以色列百姓之后，他们是怎么样？是对他们是非常好的我们要了解到圣经里面，透过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帝带领百姓经历了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出埃及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从18节到21节里面谈论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要做新事。上帝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要做新事啊？你在看圣经节你不要只是看一个故事，好像你懂了。可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你会看到现在的国际情势就是如此啦。你懂我意思吗？你还记得？我记得应该是2年前，从疫情的发生到这个疫情的始作俑者，我们都知道从哪一个国家开始，然后引发整个国际社会，到今天这几个月来都是什么灾难？有没有发现？你不要小看这些灾难的发生，这些灾难的发生都是在引述上帝亲自掌管国度事业的关系里面。所以我就在想，人为什么要做王啊？人要做王，其实要懂得怎么去做管理。好，那我们要怎么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靠基督，你要依靠基督。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最多论述到这个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的先知里头他并没有忘记上帝的作为，他反而是要告诉一个新的启示。要知道上帝是新作为的上帝，百姓如果你不接受，其实会很危险。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新约，耶稣到他自己的地方来，可是自己人有没有接待他啊？耶稣也一样，没有人要接待他。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没有人相信。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约翰。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这一段圣经节，牧师待会再跟大家继续讲下去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好，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在旷野，在人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你认为好像不可能的沙漠，像旷野一样。可是我们要知道哈，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说什么？野地的走狗都会尊重我，野狗跟鸵鸟也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可是上帝却在旷野当中有水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哈，有些时候会埋怨的。会埋怨说我没有那些东西，我没有什么东西，我都很想问他说：“弟兄啊，姐妹啊，你曾经把你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吗？第一点，你曾经为了上帝奉献你的曾经的所有吗？就像我们刚刚我们在唱，现在牧师教导大家一起来学习唱这个奉献的诗歌，叫做什么？奉献所有。其实它是一种态度。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奉献的态度的概念，你真的很难得着什么叫做丰盛。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信心眼光去看着新事啊，是要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来，我再问一次哦，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新事是要做什么？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注意看，最后一句话，21节，要做什么？啊？诉说他的美德，那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啊！所以下礼拜牧师会带大家一起来看基督徒怎么荣耀神。上帝有需要人家荣耀他吗？上帝既然这么有能力，干嘛还要有我们去荣耀他呢？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要讲说荣耀荣耀？他是荣耀的神，我们要荣耀他，我们因此而得荣耀，那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要学习，好，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看看，什么是荣耀神的生命。好，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1章6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人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就是说让众人因为这个约翰而可以相信这个信仰，这个上帝。他说第8节说什么？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好，第9节说什么？那光是真光，注意哦，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注意这个他是约翰吗？你觉得是约翰吗？不是，这个他不是约翰，他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你要记得哦，圣经里面在讲这段话里面有2个他的意思，一个他是先代表的约翰他自己，施洗约翰。可是后面他讲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有没有？之前牧师有没有教导各位，我们是借着他造的，而且还是为了他造的。而且还要怎么样？要靠他站立得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待他，所以我们要不要传福音啊？要不要啊？真的嘞，因为很多人都不想接待他，也不愿意接受他。你看我们在做青少年的工作，有没有？我们跟他讲说，上帝爱你，期待你生命有所改变，他们不见得要哎，好，懂吗？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看的只是我们眼前所看的，有哪些东西是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的生命在旷野当中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谁是赏赐我们新生命的上帝？谁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神？不就是上帝吗？不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百姓跟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现在把你们改成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好，来，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蒙恩的身份，蒙恩的职责，属上帝的儿女，必须要宣扬他的美德。他必须要有什么品格？来，这里讲到几个品格哦，注意哦，特殊性。我刚刚有没有讲为什么要把你们改成我们？唯有我们。那个中选、中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在做青少年关怀的工作？有一群人来，也会有部分的人走，可是谁会留下来？不就是你们吗？懂了吗？唯有你们。有人是不愿意的，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有人不见得他认为他是被拣选的，可是当你发现你是被拣选的，你就要记得哦，唯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代表的是你是特殊的，懂了吗？你懂得你的身份，你懂得你的生命价值，这样懂吗？所以你会去开始说，牧师，我也想要来学乐器，我想要来做怎么样的服事。感谢主，神就是透过这过程当中在祝福你啊。好，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你的能力是比起2年前的自己是更不一样，是特殊的，而且感觉我已经被拣选了。感谢主，他说还有注意哦，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啊。什么是君尊的？君尊的祭司，君尊这个字啊，要记得哦，很特别哦。好，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哦，什么是君尊的？以弗所书第5章是1节到第3节，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上帝。注意，君尊的祭司，第一个他一定会学会怎么讲效法上帝。上帝会怎么做，我也会期待我要怎么去完成。好，什么是上帝会做的事，我也会期待我也可以去怎么样去实践它。要凭着爱心行事啊。上帝会做爱心的事情吗？会不会？还是会做那种很讨厌的事情？当然是做有爱心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珍惜哦。我牧师有些时候在平时都会感受到，有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会透过不同的行动，再怎么样做有爱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人家的恩惠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要谢谢他，然后祝福他，说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好，因为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效法上帝的人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所以记得，君尊的祭司，你也要记得，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把生命的那种很好的生命献给主？会不会？会啦。而且呢，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在你中间，你连提都不会提啊。所以我只要想到我高中我很喜欢讲那个有颜色的笑话，因为每次我讲完，我的同学他都会哈哈大笑，然后好像我跟他的关系好像建立了。可是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我的同学他就突然间跟那个一群女性朋友同学说：“我跟你讲那个吴委员好会讲黄色笑话。”然后我心里好丢脸哦！讲黄色笑话怎么会在那种女孩子面前，好像我的形象好像很难看的。然后记得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要提啊！我告诉你，你现在问我，我真的忘光了，什么都不懂了。我觉得感谢神，所以君尊的祭司，他必须要了解我们是蒙上帝慈爱的儿女，而且我们要学习效法上帝有爱的行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也去关心一个，现在我们教会有做这个基督教救助协会的工作，那我们也去关心到这个是明宏兄他当时候2年前他在养护中心旁边的一位弟兄，他是69年次，少牧师1岁，然后他因为在做保全工作，他因为中风，他也是很辛苦。他甚至在中风的期间，他遇到2个好人算是很有爱心的人，可是竟然把他的所有的钱都骗光，
甚至连他的这个房子都卖掉。他想说，他愿意帮助我，他现在没有家人，他是没有家人的，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发现说，哇，谢谢你们来关心我，而且让他能够得着在这世上还有爱，而且愿意努力再继续下去。他说了一句话，当我们关心完，他说：“牧师，无论如何，我现在设定目标，因为我现在行动还不方便，我期待在明年1月份开始，我就会去你们教会。我不管他会不会来，我只期待他能够遵守他对上帝的命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在神的面前做君尊的祭司？注意哦，还有一点，我们除了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做什么？圣洁的国度啦。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说我们要做上帝完成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哈。我们要怎么去管理治理？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的国度是圣洁的，而且上帝的国度是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他的意向想法大部分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牧师有很多的经验在跟同工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在跟他提到说，我们的团队一定要走向跟福音有关系。我记得同工他告诉我说，牧师这样好像跟都是在我们在一起聚集就是一种福音啊。我就说不是，只要没有谈到这个福音如何去传呢？我觉得我们的聚集很多时候是一种 club， 你知道不？俱乐部。什么是俱乐部？就是会有一群人会拿钱出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怎么样去玩乐。这种玩乐有些时候会失去了我们基督徒聚集的目的，虽然很好，可是它不会带来有果效的生命。譬如说，假如我们青少年的聚会，我们都会为了要迎合吸引年轻人，可是如果年轻人因为他喜欢来教会吃啊喝啊，到最后他什么都没得到，他只知道来到教会可以享受这一些，请问我们有没有达到了一个传福音圣洁的国度？其实是没有的，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做的是否能够有意向好的眼光，把上帝期待教会甚至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圣洁的国度把它活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属神的子民，它里面提到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还有属上帝的子民。什么是上帝的子民？就是你是代表了。你现在是不是代表大桥教会？对不对？人家听到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今天的服事，感谢主，很感动，很有 feel， 对不对？说 feel 啊，我告诉你，这种 feel 现在都是有直播、网络上传上去的，全国各地都会看得到。当他听到音乐的时候，注意他会去看哇，这个音乐真好，不错。当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看到了钟璇，钟璇呢，他也不会跟我打招呼，也没有那种热情，他不会觉得你是属上帝的子民啊，懂吗？他只是觉得你只是一个很 rocker， 一个电吉他的 rocker。牧师只是比喻啊，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在礼拜4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说牧师进到这个地方，结果我们同工也都没有热情，也没有打招呼，这不是我们的教会应该有的。今天牧师进来的时候，钟璇变了，他就说：“牧师你好，感谢主。”那个就是热情，那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属上帝的子民，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外在的事物去吸引人家，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唯一，是不同的，你是爱神的，你的行为，你的很多方面，你会让人家看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才好的宣扬神的美德。所以我要问各位，一件东西它的价值，很多时候不是在于它有多少钱，而是在于谁曾经拥有这个东西而论定。假设这个是一个很有钱买来的东西，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好好运用它，这个价值有没有可能发生？不会。就好像牧师有一把很好的电吉他，可是我没有好好去用它，
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价值，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东西，一件平凡的东西，曾经被名人使用过，它会怎么样？它会带出新的价值。我也要问各位，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哈，你有没有看到？你看到那一些都是很以前、过去，它只不过是衣服啊，有没有？都是他使用过的东西啊，但我们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可是我告诉你，它就是有它的价值存在。那么我也要问各位，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基督徒过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平凡的人生吗？对不对？有些人我们都是谦虚的人，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儿女，而过的不一样的生活啊？了解牧师要传递的意思吗？我们是不是属神的？是吗？如果你真实属神的，你的生命就要有新的价值，要有新的生命，你才会发现，并且知道，上帝必定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旷野开道路啊！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经历到神造我们在这世上的目的，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今日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在一切所要做的工作上面，我们无非是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是要靠主而刚强站立，也要靠主在这世上。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仅认识了主，我们更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成为神你所拣选的族类，在这世上做君尊的祭司，能够帮助人、祝福人，生命不一样，活出有爱的生命，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主啊，谢谢你，恳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每一位新朋友。每次当我们一同领受神你的真理与话语，求主你将你的祝福也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赐福他们前面的道路，做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主你做光做盐，成就神你所造我们生命的目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愿主赐福大家平安。